因为主就跟你讲啊，为光耶和耶稣，你呀买心都接见，明天羔羊完结，我来将来耶和，海撒给我航海。为敬为主就跟你讲啊，为光耶和耶稣，只因为就你懂察有奈，这大爱天耶和，应该将耶和敬畏，最能做耶和咯。拥有你海天造，不要走先靠你，接近为救你懂察有奈，这大爱天耶和。接近为救你懂察有奈，这大爱天耶和，应该将耶和敬畏，最能做耶和咯。拥有你海天造，不要走先靠你。接近为救你懂察有奈，这大爱天耶和。Thank you.